英国广播公司 BBC 3日的一篇报道说，东突厥散集中营中的妇女遭到大规模强暴、性虐待和酷刑。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美国对有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拘留营中妇女遭到系统性强奸和性虐待的报道深感不安，并说在那里犯下的暴行必须有严重后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我们对有关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拘留营中对妇女进行系统性强奸和性虐待的报道，包括第一手证词，深感不安。这位发言人重申，美国认为中国在东突厥散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说这些暴行冲击了良心，必须有人承担严重后果。芬兰总理桑纳马林对中国在集中营中虐待维吾尔妇女表示严重关切。英国广播公司3日的一篇报道说，东突厥散集中营中的妇女遭到大规模强暴、性虐待和酷刑。据 BBC 报道，芬兰总理桑纳马林对中国在集中营当中存在虐待维吾尔妇女的报道表示严重的关切。他在推特中说，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国践踏人权、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视而不见。贸易和经济并不是把目光从这些暴行上移开的理由，人权必须成为双边和多边讨论的中心。在有报道指控在中国集中营对维吾尔妇女进行有计划的强奸和酷刑之后，联合国表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代表团对该地区的访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联合国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阿纳托利亚通讯社记者提问在中国集中营存在的维吾尔妇女的系统性强奸和酷刑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史蒂芬·杜加里克说，鉴于 BBC 的报告和当局对这些指控的否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议的访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2020北京冬奥会进入倒数1年之际，全球抵制声浪四起，全球180个维权团体也发表联合公开信，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2月3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国际西藏网络等180个维权团体组成的国际联盟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全球各国领袖抵制北京冬奥会，以确保中共不会利用冬奥会来助长他侵犯人权及镇压异议人士的行径。日本西藏协会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面对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明显证据，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采取行动。他表示，人权团体已向美国总统拜登致联合信，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拜登承诺将不再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拜登说，美国回来了，外交重回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拜登称，也门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和战略层面的灾难，并承诺美国会终止为沙特在也门的进攻性行动提供情报、数据以及军售等支持。此外，拜登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沙特和阿联酋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伊朗的威胁。